因为我们秀昌里它是属于水尾，就是说有邻近的水，它就是往我们这边走。然后在那个98年88水灾的时候，是整个村落都淹水了。我们一再的在联系汇报跟那个水利局反映，后来得到中央跟地方政府给予那个经费，所以建设了那个抽水站，还有滞洪池，绝对改善了我们那个地方的淹水情形。不只是我们秀昌，可以说整个北学甲的这些居民，那个淹水还有生命财产的安全。秀昌抽水站最主要是在我们学甲地区了那学甲地区它之前是一个岛风内海所以我们的治水方向就是用总河治水第一个就是用抽水站，然后滞洪池然后让这个水能够不要溢流。这个抽水站另外也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除了治水以外，另外它也把这个 A 干线的两边的那个道路把它打通了，也就是说，这个抽水站完成以后，除了治水以外，道路也完工了让这个居民能够使用。另外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说整个生态所以在我们抽水站附近有一棵这个榕树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净零碳排嘛，所以我们整个抽水站也配合这个净零政策在屋顶上也设置了太阳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希望在北学甲的民众3500人，希望能够挥别淹水的噩梦。在2018年0823的水灾中，我们亲眼看到了北学甲淹水淹了蛮多的，所以说我们特别也跟当时的营建署，现在的国土管理署来申请经费经过他们的帮忙，总共经费是3亿9千万，那也地方政府的1亿5千万的配合款来征收用地，那他们在工程经费上全力来补助协助，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设置了5台抽水机，每秒钟抽4立方公尺，5台每秒钟可以抽20立方公尺，就是20吨的水。那将来对于北学甲的保护应该是相当周全，那就不用担心这个下大雨淹水。那我们希望这个抽水站能够发挥功能，最好是永远不要用得到。但是如果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或者台风天的时候，这个水门关起来，那内水要排出去，就需要我们的抽水站。那所以谢谢我们国土管理署，也谢谢水利局，大家将士用命，中央地方合作，能够保护学甲人的安全。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月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原本要参选台南市第5选区立委的议员王嘉珍，因为伪造文书一案，获中央选委会认定无法度参选。虽然请律师寻求法律争取参选权益，不过一直拢无消息。期间用文宣宣传，爱选民用选票加贪腐情况活落来，也呼吁选民领票卖转票。2024总统大选甲立委的选举将进入最后阶段。台南市议员王嘉珍因为去予中央选委会认定资格无符合，无法度参选第5选区的立委。上午伊就点听的心来召开记者会，一方面向选民来道歉，另外嘛以文宣呼吁选民用选票来下架贪腐。我没有办法走到立委的最后嘉珍再一次的表示最深的歉意，但是呢，不会忘记我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要借着今天的记者会跟我所有的好朋友跟台南乡亲做一个非常诚恳的呼吁。台湾在这些年民进党政权的贪腐之下，人民苦不堪言。
邀请乡亲在1月13借选票，我们一起来下架贪腐，所以我们做了2波文宣，讯息传递得非常清楚，包括我们盼望1月13乡亲做选择之后，政党能够轮替，我们将要求彻查国民党政府重回执政之后会彻查民进党10大弊案。这2波文宣我们都在发送，都已经发送过了。另外，为了抗议违宪恶法，在第5选区的立委选举方面，王家珍嘛呼吁立委的选票领票卖转票，让伊变成废票，用选票来驾驶执政党，赢给台湾人一个公义。要抗议违宪的恶法，剥夺了我的参政权，那我们在第5选区台南市东区16个里、安平区、南区、中西区第5选区的立法委员的投票，这一阵子事实上不管是问我服处，或者碰到家珍的时候，跟家珍问说：家珍，我们到底要怎么投？我们不想投给那些奇奇怪怪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家珍这边公开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乡亲，支持公益的乡亲，恳请您在第5选区立委的选票当中，一定要去领票，恳请您一定要领票，但是拜托乡亲领票不盖票。虽然最后王家珍失去参选的权益，不过还是持续来发散文宣。包括总统票支持3号的胡康佩，政党票支持9号的中国国民党。在这段期间，伊嘛得到不少民众的加油和鼓励。其中一封支持者的批信，写着初心勿改，展望将来，嘛让伊相当的感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泰9号伫台南展开规工的庙宇参访，以及扫街拜票行程。其中近来到政治失水亲历的全台西来庵参拜，买抢偌千张的选票。过4天就要投票，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泰9日一透早就伫台南展开规工的拜票行程。第一站先前往关庙山西境参拜，甲庙方代表做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下晡则是来到政治色彩清冽的全台西来庵参拜，现场当选声不断。柯文哲郭文泰伫台南拜票时阵，拄好拄到国家级警报传来中国发射卫星飞越南部的消息。对此，郭文泰表示，请行政院甲国防部自行协调，系统以及同步 SOP 的订定。这个简讯里面是写说中国发射卫星，但是英文写 missile 是飞弹的意思。现在大家就说，是不是在制造恐慌？好，这个大概给行政院跟国防部他们自己去协调吧。那以后到底系统要怎么更改？还有一点，这种紧急事故，国防部通知行政院长的 SOP 应该怎么定？这个他们要去。非常感谢。郭文泰来到台南扫街拜票。就连一向被认为是支持立行的庙宇西来庵，也是真接待，更是真正包装成功。有待后续的观察。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为亲子所打造的特色游戏场，即马搁加一座路，投入1000万兴建的麻豆公园特色游戏场，加上人行步道、排水设施工程，拢已经完工，正等待验收。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关心。期待伫春节前正式启用。为提供市民优质的休闲环境，台南市拍算一区至少一个专营，或是特色公园游戏场目标。目前伫麻豆共11公园嘛就要落实。对去年3月动工以后，目前园内0.9公顷所有游戏器材都已经设立完成，加上人行步道、排水设施嘛同步完工，就等待验收。通过新的儿童游戏法规，就当开放。市长委托伫教育局长甲这议员陪同，嘛到场予以关心，希望伫过年前正式启用。希望大家可以妥善利用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公园。我们几乎每个行政区
陆陆续续都要建置一个特色公园，一个以上的特色公园。那至少说先求有啊，让我们运动这个全龄公园或者是特色公园的覆盖率要能够覆盖37个行政区，这是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目标。目前已经有19个这个特色公园，我陆陆续续希望达到37区，每区都有特色公园。园区当中包括复合式的海青树、摇摇乐等游戏器材，拢是以德丰内海为主题。加上这座超过5公尺的8芒高塔，拢成为一大特色。市长嘛担心提醒家长带小朋友来佚佗，一定要专程陪同，并看清楚使用说明，才当耍得欢喜佮安全。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府甲中宁大学合作成立桂林全民运动中心，馆内有哪建置上新的科技互动设施，市营运也免费，要提供新丰地区的居民优质的运动场馆。3、2、1，请起台！在台南市长黄伟綽兼各界贵宾的见证之下，桂林全民运动中心正式列牌。这座运动中心设在中宁大学体育馆内，将由老师带领专业运动学生经营管理，做好各项的一个支持服务的品质，还有未来跟师生还有我们的社区如何能够共融。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项新的挑战。这也是台南市第3座全民运动中心，也不过因为新建一座全民运动中心，至少要投入2亿以上的经费。这几冬来，台南市府积极甲各校合作，优化校内体育场馆设施，将资源开放给社区共享。1+1一定大于2啊！那在设备的充分的使用方面，我们也提供新丰区民众一个很好的运动据点。这座全民运动中心内设有智能健身房，提供互动式训练，会当针对使用者开出一张健身菜单。针对肌少症的，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市长黄伟綽也亲自落去体验，对智能器材非常满意。除了鼓励乡亲多加利用，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同时强调市府会积极争取中央支持，设置更较侪的全民运动中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现任考前顾问、国立台北大学名誉教授赵书德受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邀请，特别伫台南高雄举办蒙德福恩艺术特展，展出26活动来所创作的趣味作品，同时宣扬基督信仰的多元精神。理性甲感情兼具，赵书德利用有闲的时间，摕起画笔做画写书法，坐摆受邀参加国内外展览，摕过袂少奖项的肯定。这次特别应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邀请，南下举办特展。我是一根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也唤起了全民对中华艺术美学的重视。特展以王德福恩作为主题，分为花鸟、山水、人物、动物、书法，多达50多把。作品除了传述基督教的信仰精神，更传达个人心境、亲情，也呈现四季季节的特色，相当多元。他因为个人的修养非常的德高望重，所以他每一个画作，无论是仕女，无论是人物，或者是动物的部分呢，在眼神方面特别的温和美好。绘画中除了会当感受到写实灵动，在其中也会当看到各位手笔、细粉原料的元素，高超技巧创作能力，备受艺文界肯定。今年是台南市北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要让更较侪民众欣赏画作展览，感受文化艺术之美。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为着吸引国内外游客来台南，市府观光旅游局特别举办外国人体验台南影片的精选以及旅游明信片的创作比赛，总共有10个国家来参加。最后选出15件影片，66组优秀明信片，成功为外国人的观点甲学生的创意，看到台南的多元风貌。
为了对外国人的观点、甲学生的创意来展现台南的多元风貌，记者会现场特别邀请来自日本、韩国、印尼、甲菲律宾等多国家学生来分享因对台南的印象，同时透过这摆成果影片、甲明信片的分享来传播，邀请国内外游客拢来参加台南4摆精彩活动。每个国家都有牛肉汤，但是台南的牛肉汤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们印尼我们习惯吃米饭，就是如果我们还没吃饭，就代表我们还没吃饱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我喜欢吃牛肉汤跟肉炒饭一起吃是非常好吃的。确实，每一位在台南生活的国际好友，拢当成为台南的宣传大使，去无同国家、无同年龄的族群来到台南认识台南。台南400，当然我们很欢迎很多国际友人来，但我也希望说，国际友人来不是只是吃吃喝喝、逛逛、买买就走，也希望能够留下很多在文化人情以及在未来的一些交流上，能够带给我们正向的这个思考。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项呢双向互动，就有赖于我们这些可以说城市大使这些外国的朋友。因此呢，我们特别举办了这个活动。那想不到反应非常非常热烈，有3000人光是这个明信片的制作就有3000人，1500组。那还有影片的制作也有相当多，可以看到我的背后很多得到金奖、银奖跟铜奖，还有许多佳作的朋友。因此呢，反应超乎我们预期。台南新闻郭吉采访报道。天气寒，大降低民众出门关会意愿，造成会库欠货严重。桂林赛子会为着庆祝成立25周年，发挥热心公益的精神，将伫1月14号伫新丰高中办理关会活动，希望为会库出一份力。进前的新冠疫情，加上现在寒冷的冬天，造成民众出门关会意愿降低，互关会中心的会库欠货真严重。为协助会库补充救命热货，桂林赛子会1月14将伫咧新丰高中办理狮子有爱捐血友情活动，号召民众做伙来关会。我们贵人狮子会每一个年度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活动了哈。那今年刚好适逢我们贵人狮子会25周年，25周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哈。那我们这次也特别扩大办理我们这次的捐血活动啊哈。那因为这次在新冠疫情之后那又加上我们在冬季这个血库特别的一个缺血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呢特别结合了我们三信在当天1月14会动员了100位的同仁一起来共同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捐血活动。不止桂林赛子会出钱出力，这次关会活动更结合台南第3信用合作社、米兰时尚发型、大坑农场、修安扁担豆花等多间企业和商家，提供多项奖品，要来送给前来关会民众。在这次的活动里面，我们的伴手礼非常丰富，有我们台南的关帽面我们也准备了我们那个台南非常有名的修安的扁冻豆花扁担豆花。要让我们现场的民众可以来享用，还有准备了我们麻豆的蛙龟兰的蛙桂还有我们很多的那个在地的人饮。那当天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米兰时尚发型来做义检的一个活动，那也有请我们那个属立医院来帮我们的民众做义检检查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检验的一个活动了哈。那当天还有我们的搜救单位来做一些体验的活动啊，还有我们的开运修眉，还有我们的精油按摩还有我们的一个命理咨询还有我们的那个身体理疗的这些活动所是相当的丰富跟相当的精彩了哈。会长柯汉忠表示，桂林赛子会已经连续20档结合企业界、机关团体等举办关会活动，今年以狮子有爱、捐血友情为主题。14号东港将有4台关会车提供服务，邀请民众发挥热血精神，做伙满收关热血。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
台南市一名48岁女性，获诊断出倒边耳房有恶性肿瘤，基美病院进行外科，利用下腹部皮瓣重建，倒伫手术当中循血率荧光显影，互患者找回美丽自信甲生活品质。基美病院进行外科主任陈俊佳表示，目前耳癌的标准治疗方式，也是以耳房的切除为主，同时嘛会用进行主体组织的重建。为了避免主体组织皮瓣的坏死，基美病院嘛倒入手术中的循血率、荧光显影，不但会用来确认处理好的皮瓣，而且手术后嘛利用植入式的杜普勒装置，侦测皮瓣的循环，每个再烦恼皮瓣的坏死。目前来讲，乳房的手术已经非常进步，我们都可以做到全乳的切除的时候呢，可以保留乳房跟乳晕。那所以我们在做自体重建，现在对整形外科来讲也是非常成功率也非常高，都高达98%以上。那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会遇到2个困难，一个事情是说，我们当从病人身体取出我们自体的皮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说我们取下来皮瓣是不是循环都是非常良好，所以我们可以在摘取皮瓣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所谓的循血率，就是 ICG， 现在也广泛应用在一些外科手术身上。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显影剂，就很清楚的明显看到说，整个皮瓣循环比较好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用皮瓣循环比较好的地方，用来做我们自体脂肪乳房的重建，那这样可以确保手术之后那个皮瓣的循环状况是良好的。那皮瓣循环良好有什么好处呢？将来这个皮瓣比较不会有疤痕，或者是说比较不会有挛缩的问题，所以它重建起来乳房柔软度跟那个形状就会比较漂亮。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做乳头乳晕的保留，所以我们的皮瓣全部做埋藏在我们这个乳房的皮肤组织底下，所以一般来讲，在外面我们是看不到，伤口都缝起来，我们是看不到皮瓣的。所以手术之后的监测来讲，对我们来讲像是相当困难。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个植入式的一个血流杜普勒血流监测器，我们只看到一条导线，然后把这个我们探测器埋藏在这个我们吻合血管地方。那透过这个导线牵引出来，我们可以接在外面的那个监测器。那监测器就有个24小时的连续的去告知我们这个循环是不是有问题。进行外科主任陈俊佳表示，目前 ICG 荧光血流的监测，除了应用在外科手术，另外在完成血管吻合的手术后，在血管吻合的位置植入杜普勒的装置，不但会用在24点钟来监测血流是不是畅通，确保皮瓣拥有良好的血液循环。患者嘛唔免搁在每点钟被打了一解来做监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几天来，有新的妇女发生高血压甲紫癜前症几率愈来愈悬，不只对健康造成威胁，还佫有可能对胎儿产生影响。因此，郭综合病院呼吁，筛检甲定期血压监控非常重要。妊娠高血压是指有新的期间，有新妇女的血压升悬。当妊娠高血压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有可能会发展为紫癜前症。紫癜前症是一种严重有新的并发症，如果无治疗，可能对着有新的妇女甲胎儿拢有致命的危险。伊的症状包括高血压、蛋白尿加水肿等。在胎盘的血管生成跟在怀孕过程中子宫的血管生成中，有紫癜前症的妈妈基本上会有问题，就是她血管会比较窄，所以阻力会增加。血管比较窄就代表说，你给宝宝的养分就会比较少，这样就会造成后续很多并发症，比如包括胎儿迟缓啊，那可能胎儿的那个发展迟缓，然后有可能会一些胎盘剥离。那有一些其他的，包括给妈妈一些并发症的症状，肝功能跟肾功能都会受损，这样子。那这样的病好发在就是可能第一次怀孕，或者说之前怀孕就有这样的情况的人。那还有就是一些葡萄胎啊之类等等的，这些人都可能就是一些好发族群。那治疗方面的话，基本上来讲，其实先讲结论啊，紫癜前症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生产。但有的时候妈妈可能在很早期就发现了，那这样当然不可能就直接生啊，所以我们基本上会用血压要控制，血压先控制妈妈的血压，然后在怀孕过程中就是严格的监控妈妈的血压情况之外，还要监控宝宝的情况。
那如果宝宝情况稳定的话，我们这样一路就可以这样等到足月我们就可以生产。但如果说中间有发生一些，比如说胎儿窘迫，就是宝宝胎心不稳之类的，那我们可能就会把生产的时机提前这样子。贵综合病院妇产科医师王尚文表示，虽然子癜前症的成因无明确，可能甲子宫和胎盘内底血管生成甲发育有关系。一般通常伫有生20周后出现。不过医师建议，有生的妇女会用伫11到13周的时来做体检，同时注意家己平时的血压监控，有任何的症状，还是要找妇产科的医师来看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